咱的制度的设计是本来是想讲用民主的方式，咱来解决公共议题，对吧？创制复决，对不？啊，即摆唔是，即摆是为着政治的动员，哦，咱不管是罢免也好，啊是即摆咱那什么公投也好，拢是咧做政治动员嘛。但是我有去查迄个岁数哦，人伊啥物物件都咧公投呢？会使啊，是伊遐拢是公共政策啊。哦，咱国内都我伫我的册内都有咧讲啊。咱国内的公投，今仔伊本册应该摕来，大家来好好读者。想过久啊啦，吼，20多年前的册啊。哦，我迄阵我伫内底就咧讲，公共政策摕来公投是会使。但是政治立场的问题摕来公投是足奇怪，足奇怪。啊，譬如咱头拄咱主持人嘛有讲着，即马足侪人拢袂记得啊。咱较早咧讲入联公投，啊，台湾人敢有人咧反对讲，若准联合国讲，然后恁互恁入来，咱讲咱无这小等的，阮哪会公投，无这代志。啊，佫一种叫做防卫性的公投。是嘛？即摆拢足奇怪，但是咱公投过，拢有，拢做过。咱一届公投拢开几来用的呢？哦，啊有咧做无？有，迄嘛迄创啥？政治动员，迄届的公投是要甲总统的选举有无？甲做伙嘛，对无？所以你话你看，对较早到即阵20多年来，虽然讲我的册较旧啊，啊，但是20多年来，咱咧做公投，足少拢公共政策。是台湾无进步啊，老师的册伤先进。我唔知，我唔敢后白讲。但是我即么到即阵，我看到有为公共政策落去公投有无？有，真少，大部分拢是为着政治的目的。应用通过法律的方式，哦，啊来大家普发现金1万，哦，啊这个军公教伊该加薪，这伫宪法顶悬的解说是违宪的啊，因为立法委员袂当增加支出，啊你预先通过法律，你就要去交行政部门协商，才会钱要对来，啊对有一个财源嘛，无啦，到安尼，就规个国家拢倒大，逐工都伫遐发就好啊，什么1万伤少啦，什么嘛100万、1000万。袂当安尼用啦，啊，伊毋是要用安尼，因为头期的预算你都顶讲就好啊，伊无爱咧，伊看啊无爱，我就要加1万，啊，看安尼会当将这个人买转来买啊，吼，啊，但是事实上是安尼啊，人咧犯例的代志，你家己爱知影讲要安怎去改啦，要安怎去套啦，毋是去变这有水无干的，迄无啥有影响啦。就算讲无问题啦，吼，有争议性的议题，吼，大家当提出来讲，但是因的目的毋是安尼，因目的是讲上好8成的人赞成的议题，啊，这个人吼拢来投无同意，但是因个写袂出迄个无同意的物件。但是真可怕呢，因为都是顺刷，就顺刷，像他何志讲的，这有可能顺刷拢投入去。讲甲互你慢吼，喙手好拍夹啦，意思就是讲，我甲你解说这个物件吼，这个选民知的时阵已经喙手拍夹啦。你要用这个物件，你只要简单，你要投啥嘛无要紧啦，你简单明了就好啊。